做个 DNA 吗？做个亲子鉴定吗？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就是我女儿。我还在想呢，有没有是这种可能？你跟其他人生了这个孩子，让我当冤大头来养，有没有这可能啊？田文，你说啊？少宇帅哥在我娃娃里放了这个，你听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少宇帅哥为什么搬走了？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，他要出差一段时间。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来，依恋，我们睡觉吧。啊，你们大人都骗人，一段时间可以是1天，也可以是很久。乖，依恋，我们来把这个故事听完。我不想听他的声音。依恋，上次跟你说的小王子的故事，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少宇帅哥继续跟你说啊。第6个星球上住着一位年老的地理学家。地理学家有一张桌子，成天不动弹，来记录着各个星球的面貌。如果商场的主楼包括这个大门呢，如果朝东侧开的话，那和对面建筑的这个距离是有限的，所以它的整个面积相对来说呢也会有限。那作为停车场来说，它就不够使用。那如果朝东边开呢？如果朝东边开的话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... 但是在这个位置要设置一个景观水池，所以呢，可能工程的时间要超期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喂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在你们家门口，你出来一下吧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要是不出来，我就一直在这等你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是依然吧？他找你有事儿？说是想跟我说说话，在咱们家大门口呢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他说清楚，去跟他谈谈吧。好，我出去一下。你想说什么说吧。依恋想让你周6陪他一起去上亲子互动课。我没时间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依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不要再以此为理由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既然没有关系，那
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录这个？我不想半途而废，哪怕讲个故事，我也要把它讲完。这跟依恋没任何关系，换成其他小朋友，我谭少宇一样认。少宇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又变得这么冷漠了？我们之前误会了8年，那都是因为你妈妈。现在误会已经解除了，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了，你怎么又这么对我了？我们之前都那么好了，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呢？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误会，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呢？我就是想跟过去说再见，想跟你说再见，你明白吗？就这么简单。我讨厌纠缠的女人，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行吗？是，你是为我做了很多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对于我谭少宇来说，这无所谓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作为补偿，数额你来定，行吗？谭少宇，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是，我说的不是人话吗？你听不懂啊？那我懂了，谢谢你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别再让我见到你。跟这儿干嘛呢？有些事家里说不方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哦，又是依然的事儿吧？劝了没用，早早回房间睡了，情绪还是很低落。这依然这性格吧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谁劝都没用，主意大着呢。你说这谭少宇吧，也是，这刚刚跟这依然稳定下来啊，这依恋的身份也明确了，你说这水到渠成了吧？在这坎节上，你说，哎呦，怎么来这么一出啊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呀？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真是依然被他折磨了8年，这还不够？什么意思呀？全世界都应该爱他，无条件接受他才对。不是你怎么突然间又这么极端呀？不是前段时间还夸人谭少宇来的吗？这世界上啊，除了非黑即白之外，也有中间段。我不是极端，我是太善良，我就是被他蒙蔽了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老向着他说话？什么意思呀？是？我怎么躺着也能中枪啊？我这就事论事呢，也能说到我头上？男人都一样，怪不得从来不站在我和依然的角度说呢。一丘之貉。哎，我说你这是生什么气呀？你？这都1天没出来了啊，饭一点没吃，也没事儿啊。依然，那个出来吃点东西吧。天乐特地给你做了个松鼠桂鱼，他煮了2小时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过来尝尝。对，这松鼠桂鱼那味儿一闻呀，特别开胃。那个还有
你不是喜欢吃那个梅菜干炒腊肉吗？我也给你做了。你还想吃那湖南辣椒？我专门找那湖南的老奶奶店里啊，跟人要的，人都不给我，要了半天人才给我的，特好吃。你出来尝尝呗。这个特别香啊，这色香味俱全。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刚偷偷尝了一筷子，味道真的特别好。你不出来吃光啊？哎，你们还真吃啊？做演员是不是也得演的真实点啊？广告体验还体验的，我不吃我怎么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形容它的好呢？哎，你出来了，要不你尝尝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不是那个，你们都别跟着我了。我这穿成这样，这么热下去跑步啊，这不得中暑啊？不是，他这心里头吧，可能特难受，这憋着感情呢也出不来。你想啊，平时咱俩都在家陪着他，那感情闷着，你让他释放出来啊？怎么办啊？要不这样得了，给他20分钟时间，20分钟以后啊，咱再下楼。那这菜怎么办啊？你不知道吃什么怎么办？依然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大热天的，你在外面这也不行啊。要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对呀，你这一天没吃饭了，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的啊！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们知道你这心里头肯定特别难受，跟谭少宇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陪你找他去，咱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找过他了，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错了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当初也不应该生依恋，给他造成负担了。别这么说呀！哎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不是这怎么办呀？依着这性格，咱俩肯定弄不回去啊。你看着我，配合点啊！我配合你，不是你是。哎呦，梅兰，你那个你依然，梅兰你中暑了，过来帮忙扶一下啊！来，好了啊！来，这是冰镇薏米莲子羹啊，来把它喝了。梅兰，你中暑了，你给我喝什么呀？对，他不是中暑了吗？这时候喝冰的肯定不行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有点补，身体虚的人那个不能喝太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依然，你帮我喝吧。对，我
盛都盛出来了，再倒回去该坏了，怪浪费的啊！来，拿着，冰着啊！跟天外头跑了半天了，把这冰镇的喝了，对身体好。要不然你回屋喝去。哦，那火上啊，我还炖那个绿豆粥呢，你想喝我再给你盛啊。那个不是，他你不用管，他有我照顾呢，你放心吧。对，那个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再跟天道我们俩再那个说点悄悄话。哎。怎么着，演的不错吧？演的是不错，可这治标不治本呢，他下次再折腾，咱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依然，谭少宇这种人，我根本不稀罕。什么呀？哎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谭兆宇好好聊聊啊？这事还真得你去说。我这个脾气一到那儿，肯定噼里啪啦，我就会揍他一顿啊！你就跟他说，谭少宇，你这个混蛋啊！依然为你不吃不喝都快变神仙了，你就是这样对一个为你生过孩子、等了你7年的女人吗？反问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啊，争取把他约出来，坐下来好好聊聊啊。哎，那个绿豆粥，待会儿你也喝一点啊。依然现在呢是不吃不喝的，你是不是得把这件事说清楚啊？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跟他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请你转告他，不要再来为难我，好吗？不是，我来找你啊，不是为了指责你，也不是为了声讨你。我相信你这次不打招呼就离开了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可是，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用了10年的时间，你发现你跟依然不是一路人，你们俩不合适？你觉得你这个理由，你能说服我吗？啊？信不信随你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劝我，但我觉得这事没意义，因为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行，你跟依然是成年人，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自己负责。依恋怎么办？啊？依恋是你们2个女儿。可以给他们钱吗？钱可以解决一切，可以让他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如果他们嫌钱少的话，还可以给他们支票，让他们自己填数字。你要不是我10年的朋友，我现在一拳我就揍你脸上。你刚才说那话是人话吗？是不是人话？你听懂了吗？听懂就行。我今天来找你啊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依然这2天不吃不喝的，怎么劝都没用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如果你愿意对他负责任的话，你至少是个有良知男人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事跟他说清楚吧？啊？你要是不能跟他说清楚，我觉得他不可能相信你现在做的这一切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再见一次。记得别带美兰妮，以她的脾气，我不想大家不愉快，我不想不欢而散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样，约好了晚上8点。哎，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怕你砸场子呗，你自己性格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那么冲动。不去，我还懒得看他那个忘恩负义的脸呢。哎，依然，你这一次千万不要再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事情了。这次你就去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，出这口恶气啊！没事儿。分场合，你说什么？
你怎么不看气氛说话呢？你这样说，他心里不更难受吗？我是要劝他想开点，我说错了？想开点，想开点。看你脑子长得挺小吧，真是没东西，我发现。这都过20分钟了啊，那个别着急，咱再等等，没准路上堵车呢，也应该快到了啊。小哥，哎，没事，坐这边。哎，李秘书，你这。依然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咱们这你带李秘书来干嘛呀？啊？哎，不是你们现在不是你什么关系啊？看不出来吗？你有病吧你？谭少宇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哪儿不合适啊？李密年轻漂亮，在事业上也能帮助我，我想不出哪儿不合适啊。这是你的决定？那谁的决定啊？我什么性格你不清楚吗？我自己不做决定，谁能比我呀？啊，林天乐。那你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，说的话、做的事都是假的吗？你跟我说，你再也不会离开我跟依恋了，你会一辈子都留在我们身边的。是真的，但只是那个时候是真的。人嘛，有的时候会冲动啊，会说出一些没有想清楚的话嘛。我希望你不要太介意，也不要记得太深，忘了吧。一句不要介意，这一切都解释了吗？你干嘛这么固执啊？很多事都要解释吗？那天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来烦我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依然，求你了，依然，不要再来骚扰我。你别太过分，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，林天乐？现在选中你了啊？英雄救美？哦，对了，我忘告诉你了，李密，以前就是因为我，他们两个没机会在一起。现在我撤了，你有机会了，你有位置，你们可以在一起了。不对，还有个美兰妮嘛。天哪，林天乐，你都想霸占啊？美兰妮、依然你都要，左拥右抱，有艳福。少宇，你好好说话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谭少宇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你别侮辱我朋友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伤害我不要紧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依恋要是知道了，他该多难受啊！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才刚刚跟她相认，你怎么舍得呢？亲生女儿，我有什么舍不得呀？你不说我还想不起来，这事儿我没推敲过呀。做过 DNA 吗？做过亲子鉴定吗？你说依恋是我的女儿就是我女儿，那我还在想呢，有没有是这种可能？你跟其他人生了这个孩子，让我当冤大头来养，有没有这可能啊？天乐，你说啊？告诉你，你不就是一混蛋！依然，谭总，你没事。你回家吧。这个我不能收。今天，谢谢你跟我演这出戏，演得很好。这你拿着。
谭总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，但是我觉得依然是个好女孩。我跟她相处过，我明白，你应该好好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这钱我不能收，我先回去了。怎么样？睡了？哦，太不像话了，真是！你今天那拳给他太好了，要过去啪啪两嘴巴，我让他看看自己说什么混蛋话呢啊！不是以前别人跟我说呀，我还不相信，还老帮他解释。这回我算是信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他当着依然的面能说出那些话来，你说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怎么就能看错了他了呢？现在看依然这样多难受。咱们算是看着他们重逢，消除误会，重新在一块儿，现在又到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，谭少宇这个人极不负责任，完全想一出是一出，由着自己性子来，是不是？我这回啊，也算是看透他了。哎，当着依然的面，就跟那什么李密啊，就那么亲热，咱就不说了。他居然说这依恋不是他亲生的，你说多混蛋呢！哎呀，我天！行了，别想了。现在依然也算是看清楚了，难受归难受，也不会伤害自己。咱们也都别想了，过去的都过去啊，都有好，别烦了。你说我能不烦吗？哎，这依然跟谭少宇这出事不说吧，这夏丹又闹着跟这爱宝要分手，你说这最近都怎么了？这是？他们俩又怎么了呀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这爱宝不在医院呢吗？我觉着我得找这夏丹好好问问去。嗯，我陪你一块儿吧。你就别去了，你在家呀，好好看着他吧。他这心情肯定特别不好，我怕他出什么事儿。那边呢，我跟磊磊去就行了啊。行。哎，你也劝劝夏丹啊。是。哎，该讲的道理也讲完了，该说的也说通了，该跟你妈说明白了也说明白了。你说你现在摆这么张脸给我们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不是，李爱宝同志，你要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，您说出来行吗？你不说出来，我们哪猜得着啊？啊？夏丹。这个呢，我们只能说帮你尽力，想想办法，行吗？小丹，我是天乐，有几句话呢，想对你说一说。你对着普通人都能时刻报以微笑，对一个你爱的，并且是你爱过的人，用得着这么绝情吗？爱宝为了你，现在躺在病床上，腿都断着呢。我就希望你以一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望一下他，然后你们之前有什么话，尽管说清楚了，兴许呢，他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别扭了。然后，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不妨碍嘛。既然已经结束了，我希望结束的彻彻底底。
我还有自己的生活，也不想他沉溺在过去，就告诉他，我是一个忘恩负义、见异思迁、不念旧情的坏女人，让他彻底的忘了我吧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相信你也听明白了，就是爱宝吧，想见你一面。我们俩之所以呢把你从这咖啡厅里叫出来，主要担心你弟弟，怕你弟弟那暴脾气说不通。不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不要跟我们交流一下啊？小丹，你看啊，你平时对于陌生人，你都能抱有一个温柔的微笑，为什么现在对爱宝不行呢？何况爱宝是你以前爱过的一个人，咱不能这么残酷吧？啊？不是，他不是这意思啊，他这情绪有点激动。你说，毕竟兄弟受了伤是吧？其实呢，我们想的很简单，就是你呢能以这个普通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一次，然后你们中间有什么没说完的话，把它说清楚了，兴许他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拧巴，是吧？然后你们感情的事儿呢，归你们感情的事儿，这也都不妨碍，是吧？对。不是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明白。哎，那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？我追过去问问。你问什么呀？问？哎，我发现这不说话是真急人啊。行吧，回去吧。是啊，回去吧。我都伤成这样了，他都不愿意来看看我。他没说不来，但是吧，也没说来。要不这样，你呀就是安心养病，把你这伤养好了，你自己去看看去，好不好？啊。你说这么恩爱的一对儿，他都走不到一块儿。是啊，你说最近都怎么了？个个都不顺。哎呦，干什么呀你啊？薛晶晶啊？哪儿呢？进去了，那边。不是薛晶晶来医院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看错了吧？不可能，我还能看错薛晶晶？这。
点水吧。好了好了，该走了。明天不是还有课吗？没事儿的，我让我妈先回去了，今天我来照顾你。哎呀，我这病啊，哎呀，这样拖下去啊，我宁可早一点了断，算了。说什么呢，爸？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多拖累你呀。你们这个年龄啊，应该是好好上课，好好恋爱。你看，上次本该跟你结婚的那个男孩，你们说什么感情不合适？我知道，都是我这个病情恶化，还有那10万块钱。爸，10万块钱我会还上的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咱们好好养病啊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心疼你呀，这么苦，还要打这么多份的工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放开我！干嘛呀你啊？我去跟他道歉去。道什么歉？你现在进去道歉去？你认识人家爸爸吗？啊？你知道人爸爸得什么病吗？啊？你知道徐晶晶跟那照他爸照多长时间了吗？你就瞎进去？道什么歉？道歉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他道歉去。我误会人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知道他有多难吗？啊？我不管。反正我想清了，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去，哪怕他不理解我，我跪在那儿让他抽我嘴巴子也好，直到他理解我为止，直到他原谅我为止，我就要跟他道歉去。你神经病吧你！你进去给人跪下，然后抽自己嘴巴子自残，你不有毛病吗你？啊，你呀，听我的啊，冷静行不行？先冷静了好不好？你现在进去，你说你跟人说什么呀？啊，冷静了，冷静。该怎么办呀？你甭管怎么办，你先得冷静了，搞清这件事情来龙去脉，咱再说怎么办，好不好啊？冷静冷静，大不了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行了，想清楚了，明天来，想清楚了啊，不着急啊。晶晶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我说了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不是，晶晶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你道歉。我不接受道歉，放手！我不放手。晶晶，是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恨我自己，我恨不能自己把我自己都抽一顿。我知道是我的错，要不你打我，骂我也行，但我求求你，千万别离开我好吗？磊磊，你先松手。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我这么怀疑你，你会怎么想？我薛晶晶在你眼里就这么肮脏？不是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行吗？你有什么难处，你跟我说，咱们一块儿解决呀。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因为我怕你担心，我怕连累你。不是。我说，我爸得了很严重的肝病，医生说需要10万块钱的医疗费。我们家为了供我上学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。我不知道我从哪儿能弄到这笔钱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去跟别人相亲，就是为了拿到这笔彩礼钱，给我爸治病。后来婚礼吹了，人家让我还钱，
我还不出来，我只能自己拼命的赚钱，打工。不是，晶晶，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呀。我要早知道你这么难的话，我肯定会想办法跟你一块儿解决，不是？对不起，晶晶，是我错了，我误会你了。我爱你，晶晶，我真的爱你，特别的爱。咱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俩重新开始，不再有任何隔阂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就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好吗？来了，你爸怎么样？稳定一些了。晶晶，我觉着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解释清楚。我要不说的话，我这心里边难受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以前有个相亲对象叫李爱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是我哥们儿。从第一次跟你见面也是他安排的，让我帮着报复你来着。但是我发誓啊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，后面对你也都是真心的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可以对天发誓。说吧，你接近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，是吗？我没想报复你，我从第一次见你开始，我就觉着你根本不是李爱宝说的那种人，你们这中间吧，他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喜欢上你了，也是真心喜欢你了。不管李爱宝跟我说什么，我都决定我要好好的跟你在一起，好好的对你，真心的跟你在一起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真的得相信我，要不然我跳进黄浦江我都洗不清了。跳吧，你跳了我就信。不是，我跳没关系，关键你得信我。跳我就信。我跳了，我真跳了。跳啊！我不能跳，我得将功赎罪，我得把咱爸的治疗的费用挣出来，我再跳。你放心，磊磊堂堂7尺男儿，我说到做到。等把你爸的钱凑够了，我跳100回都行。相信我，晶晶。你什么呀？我那说呀！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啊？有，我爱你。我没听见。我爱你。我没听清。我真的爱你。哎，又在这瞎写什么呢？啊？这大写
喜的日子，我必须得给他记下来啊！这什么日子呀？啊！我跟薛晶晶和好了。啊，你跟人家道歉了啊？而且我还把爱宝的事儿也跟他说清楚了。这你跟人说什么呀？人什么反应？反正我都跟他说清楚了嘛。我说从第一次见他开始，我就不信那是李爱宝说那人。后来对他的喜欢，也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没有其他目的。就这样。那你俩这算是修得正果。哎呦，那我得好好的恭喜恭喜你啊！谢谢。不过这事儿，天乐哥还真得好好的谢谢你。你说要不是你在背后这么支持我俩走不到今天这步。谢谢。哎，还有天乐哥，我跟薛晶晶商量了一下，我俩准备要去云南支教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们俩要结婚呢。去云南是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等他爸病好了吧，我们就去。行，我呀提前先祝福你两个永远幸福美满甜蜜啊！谢谢。我先接个电话。你接。哎，奶奶，怎么了？我在店里呢。出什么事了？严重吗？好，我这就过来。怎么了？我爸住院了。哎呀，你别转来转去了，我都让你给转晕了。奶奶。哎呦，天乐，你看，不是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突发心脏病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，这不马上就送医院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？他心脏本来就不好，最近公司事儿又多，有几个单子出了问题，他一着急，这不，哎呀，就成这样了。请问谁是林茂华的家属？我们都是。好，那你们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哎，你去吧。哎，好。B 超显示，患者的心脏功能严重衰竭。如果患者的心血管狭窄程度在75%以内，那么可以用药物治疗。但是现在他已经达到80%，所以必须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。心脏搭桥手术听着挺可怕的，医生。其实，这种手术已经是一个常规手术了，学名叫冠状血管搭桥术。也就是说，在患者冠状动脉狭窄部位近端和远端建立起一个通道，使进出的血液呢绕过狭窄部位，达到远端，从而呢改变远端心肌供血不足的现状。如果手术成功，可以大大的缓解患者的心绞痛，从而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生命。那这个手术不会有问题吧？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那成功率有多少啊？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正常的情况下，一般在90%。但是，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年岁比较大，又有心脏病史，心肺功能也比较弱，心衰趋势严重，所以风险会更大。那像这种情况，成功率有多少？50%吧。
50%，那这个成功率这么低，我们怎么敢做呀？如果不做，成功率只有0%。行，奶奶，那我们做。如果我们做的话，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？我们会尽快安排。飞扬，你们呢？现在在上面签个字。天乐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要想跟我说遗产的事儿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反正你要想怎么样呢，都可以。你的事儿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。今天这个事儿也挺突然的。你爸爸这几天就觉得身体不适，所以我劝他赶紧到医院来。他不愿意，他说年纪大了，最不愿意的就是去医院检查。哎，他上次来找你，是不是让你替他接管公司？对，他找过我，没同意。我建议他呢，就找你。而且你不是一直在乎林太太这个位置吗？一直以来，我也以为我在乎这个位置，在乎的林太太这个称号。我跟林茂华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充其量跟他只是搭伙过日子。可是直到今天，他突然昏倒了，躺在医院里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跟他之间并不是搭伙过日子这么简单。我看他躺在病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我就特别害怕，害怕他就这么没了。我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能跟他说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要这个身份，不要这个位置，只要我的丈夫健康。天乐，这么多年了，因为你的存在，我就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就一直在争，直到现在，我肚子里有了孩子，我更加无法停止，因为我要给我肚子里孩子争取的更多，但是我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：林茂华是我的丈夫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一离开他，会让他特别痛苦。本来我可以改变这些，但是由于我太自私了，我没有去改变。
天乐，其实当年那场车祸，你爸爸并不是没有救你妈妈，而是当时车身最重的一块车板，同时压着你跟你妈妈。他只能有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你可想而知。你妈妈当时伤得特别严重，她在几近昏迷的时候，求着你爸爸救你。你说是我妈让我爸救我？让自己在妻子和孩子中间做一个选择。当时的痛苦，你可想而知。后来，他在最低潮的时候遇到我，而我当时只是一个22岁，刚从外地来上海的小姑娘。我当时需要一个家，一个安稳，让我有安全感的家。天乐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我有一天会把这些事告诉你。如果不是他病了，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但是，而我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特别的痛。我也不知道的，能不能熬过去了。天乐，他就要做手术了，你们俩能不能把这个坎儿过去？你知道吗？你的和解能给他特别大的信心。天乐，我求你了。家呀，一天手机也不开机，我都快报警了呀！你这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爸心脏病犯了，住院了。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呀！去过了，刚刚回来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得做手术，可他年纪大了，风险也大。天乐，你现在必须把过去的事都放下。你爸一定很需要你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毕竟是他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。我今天才知道，
我爸当年没有救我妈，是因为车体太重，压轴了我们2个人。我妈让他先救我。那你现在更应该陪在他的身边呢。人的意志力可以增强他的求生本能，你现在去可以帮助增加他的意志力啊。我今天去看他，他闭着眼睛，人瘦了好多。我突然间意识到，我可能跟他相处不了几天了，也许连话都说不上。我现在想努力的回忆，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什么时候，我都想不起来。他等了我这么多年，让我原谅他，可是我连个微笑都没给过他。过去犯的错误已经犯了，别让自己后悔。